澳門把握灣區機遇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並着力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。澳門係一個充滿機遇嘅城市，喺一國兩制嘅堅實保障下，賦予澳門一中心、一平台、一基地嘅發展定位。呢度係中西文明交流互鑒嘅重要窗口。港珠澳大橋嘅貫通，將澳門與灣區核心城市緊密連接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設立，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帶嚟新機遇。澳門特區政府全力推進1+4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策略，不斷豐富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嘅元素，致力發展中醫藥大健康、高新技術、現代金融、會展商貿及文化體育等4個重點產業。經濟多元、活力迸發嘅城市，歡迎全球更多人才加入。澳門現已開展3類人才引進計劃，並成功引進各類人才，從高端人才到4個重點產業嘅優秀人才及高級專業人才，各重點產業嘅人才在此匯聚，以技術、經驗及市場網絡帶動同支持澳門。澳門匯聚優質嘅生活空間及配套，覆蓋醫療保障、子女教育、休閒娛樂，更享有相關嘅稅務優惠及事業支持。喺澳門，人與人嘅交流、文化嘅匯水、技術嘅提升，都喺度訴說呢座城市嘅包容開放與發展機遇。機遇城市，世遺建築，美食之都。喺呢度體驗澳門不一樣嘅魅力，誠邀你深入了解澳門，更歡迎你加入澳門，攜手共建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高地。